夠成為一個警隊嘅一個成員，我係感到非常之大嘅滿足感。過去呢36年，蕭澤頤有勸勉學員要時刻堅守有法必依、違法必究嘅原則。你哋既係法治嘅代表，亦都係守法嘅榜樣，所以無論你哋有冇住呢套制服，係唔係當緊奸，要時刻謹記君子慎其獨，個人行為操守一定要對得住自己，對得住家人，對得住警隊，對得住市民。蕭澤頤又話，警隊投考或者入職嘅人數都有明顯升幅，投考人士嘅質素亦都有上升。仲利用科技，相信香港嘅罪案率會繼續改善。有線新聞，詹純欣報道。休息一陣，翻嚟中國報道。美國副總統蘭斯到訪格陵蘭，批評丹麥政府未能保障當地安全。香港國際七人劍賽，港隊男子同女子組晉身決賽。18鄉巨無霸項目即將登場，發展商先開放商場部分，為呢一片新開荒嘅土地注入動力，會唔會幫到項目嘅開價呢？5平方 square foot 特約樓盤傳真。假如有一日佢哋喺街度撞到，原來佢仲有關節痛，原來老細有肌肉痛，原來媽咪有手踭痛啊！關節肌肉又要痛，七海健樂 7th， 關節肌肉雙重減痛。究竟到底生豆魚有幾高？高蛋白質。高纖，低糖。One step to healthy， 全新植物蛋白系列，道地生豆魚。必理痛特強傷風感冒丸，極速擊退6大感冒症狀。我唔會俾傷風感冒影響到。結束起後唔眼瞓，必理痛特強傷風感冒丸，極速擊退感冒症狀。Slasher， 香港人人都可以係，仲有唔同形式添。